人家光啥，都我们做亲啊，电视那个电视那个这个线嘛，叫怎么样做来的？古人的咱们这就是呢，上一年不忙不的要的，别吃像那做这些呢，这些了嘛就给女儿亲对不对？我第一嘛就这些，不当人的，叫怎么样做来的？今天嘛，古人咱们叫忙不着的，都是生出来年不当那叫。今天当做做点不点在那年不当那叫有些人年不久有，都讲做点不点在那的，叫怎么样子那年不，这不那呀不那你有些人跟着去在那边了呢，多去。